新感覺。霎時衝動，顏聯舞。突然間想起，連生活佛勞聖賢師尊嘅文章裏邊，曾經佢提到一句：心安就是平安。最近我經常走過台中嘅市政路，睇見正在興建嘅一幢大樓，上面掛咗一塊大布幔，寫住心安平安呢4個字，令我想起喺機場嘅貴賓室，聖嚴法師寫嘅6個字：心安就是平安。我睇咗之後會心微笑。其實聖嚴法師所寫嘅心安就是平安呢6個字並冇咩問題，係啱嘅。但係我要補充嘅就係，佢忘記咗，只要係人，心都係不安嘅。人人都有煩惱，又如何能心安呢？我舉2個笑話。第一，老王恭喜小李，恭喜你哋啊！有情人終成眷屬啦，戀愛終於有咗結晶。小李佢就苦笑咁回答：唉，結咗婚3個月，太太就有咗新人，睇嚟真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啦。倦係疲倦嘅倦啊。第2個笑話，有一個病人對醫生話：我好煩惱，我顯然係得咗失憶症，我應該點樣做先至啱呢？醫生嘅回答係：你返屋企啦，你只要忘記咗呢一件事，咁就好噶啦。我會心微笑。呢2則笑話亦都係一種事實，證明咗煩惱處處都在，要人心安不易。喺呢一度，我有一個口訣，呢一個其實我已經講過，亦係我時時講嘅。第一，每個人都會死；第2，凡事都會過去；第3，任何物件都會壞。我時時諗住呢3句話，只要想起呢3句話，我嘅心就能安啦。所以呢3句就係心安嘅口訣。我一生遭逢好多人、好多事、好多物，一波未平，另一波又起，永遠無休無止咁。不過我只係想住呢3句口訣，心就安啦。所以心安平安，心安就是平安。呢一個就係聖嚴法師所講嘅口號，而我只係用口訣。人都會死，一切都會過去，任何事物都會壞，心就自然安。有時淨係叫人叫口號係唔足夠㗎，你要教導眾生如何先至能夠心安啊？或者你仲唔知道呢3句嘅來源啊？呢3句其實係釋迦牟尼佛悟出嚟嘅真理：無常、無我、涅槃、寂靜。有人問，盧師尊所講嘅係咪虛無主義？我嘅回答唔係，我係用身心自在，即是心安，了無牽掛嘅態度去做好一切嘅人事物。我努力咁去弘法修法，呢個就係菩提慈悲，但係成果就不放在心上。呢個就係一種佛陀教嘅終極智慧。我懂，所以我沒有煩惱，一切
就無所謂啦。同是過路，同做過夢，本應是一對。人在少年夢中不覺，醒後要歸去。三餐一宿也共一雙，到底會是誰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過去，總是最登對。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戲，前是故人忘憂的你，可曾記得起？歡喜相悲老病生死，說不上傳奇。恨台上輕輕，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。逐塵渺渺，天意茫茫，將你共我分開。斷腸字點點，風雨聲連連，似是故人來。何日再何地再聚，說今夜真緣。無份有緣，回憶不斷，生命卻苦短。一種相思，兩段苦戀，半生說沒完。在年月深遠，光明月遠遠，想像你幽怨。遇上年生活佛，我亦曾經問過，怎樣嘅人生才算快樂？佢嘅答案：有愛嘅人生就會快樂。而且佛陀同耶穌亦都係一樣，要愛你嘅敵人。呢個係好高嘅境界。儘管嗰一個人一直喺度破壞你，但係你依然要去愛佢。呢個世界冇不可能嘅事嘅，耶穌就係可能啦。跟住我話，因為佢係耶穌咯，係。年生活嘅回應就係話，係佢係聖人。佢釘喺十字架嘅時候，佢同上帝祈禱，希望上帝赦免害佢嘅人嘅罪，因為佢哋所做嘅，佢哋都唔知道。呢個就係耶穌本身嘅愛。佛陀亦都係，只要我哋就如我發咗一個願，就係不捨一個眾生。喺眾生當中，亦有好多害我嘅、害你嘅，但係你唔能夠恨佢哋，因為你係慈悲有智慧。跟住我就話，點解我唔能夠恨佢哋？
佢跟住回答：你要更愛呢個人。跟住我又繼續話：點解我唔能夠恨佢？佢傷害我點解唔能夠恨佢？連生活佛嘅回答就係呢個就係佛教本身嘅教法。佛教化我哋就好似耶穌所講，愛你嘅敵人。佛陀亦都係咁樣，要愛你嘅敵人。點解要愛？因為愛畢竟係快樂嘅泉源。如果你話好，你害我，咁點解我唔能夠恨你？我要恨你，咁呢啲就成為你嘅負擔，你就不快樂啦。你要追求快樂，必須要愛所有嘅眾生，你先會快樂。你連你嘅敵人都愛，你先會快樂。你如果恨你嘅敵人，你就將呢個恨嘅擔子放咗喺自己身上，會將你壓到自己喘不過氣來，連自己得咗病亦都唔知道如何解脫。佛已經教我哋，只有愛先至能夠有快樂同解脫，其他嘅恨係唔得嘅。你恨佢係你承擔住呢一個恨，你會讓你自己難過、唔舒服、有病，好多毛病都會喺你身上會出現，所以你必須要愛你嘅敵人。咁你就冇負擔，你就會快樂啦。人生嘅圓滿，得從智慧而來。來了，我們就從七海一燈開始。顏聯武2019台中行，蓮生活佛盧勝彥尊者來了，喺霎時衝動。一燈就是我就是燈。的思想，在這個七海裏面，是怎樣人生才算是快樂？怎麼樣的人生才算是快樂？有愛的人生就會快樂。而且呢，佛陀跟耶穌是一樣的。要愛你的敵人，這是很高的境界。哪一個人說，這個人一直在破壞你，你還愛他？沒有不可能的事吧？耶穌就是可能。因為他是耶穌。對，因為他是聖人，他在釘十字架的時候，他也跟上帝祈禱，說希望。上帝赦免這些害他的人，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知道。這就是耶穌本身的愛，耶穌本身的愛。佛陀也是。其實我發的願也是，我發的願是不捨一個眾生。那這眾生當中也有很多害你的，也有很多害我的，但是你不能恨他，因為你是慈悲，你是有智慧的。為什麼我不能恨他？你要更愛這個人。我知道，可是為什麼我不能恨他？他傷害我嗎？為什麼我不能恨他？這就是佛的本身的教化。佛教化我們說，耶穌講要愛你的敵人，佛陀也是這樣子，要愛你的敵人。為什麼要愛呢？因為愛畢竟是快樂的泉源。你如果說好，我為什麼不恨你？你害我，我要恨你，那你就有負擔，你不會快樂。你要追求快樂，必須要愛所有的眾生，你才會快樂。你連你的敵人也愛，你才會快樂。你如果恨你的敵人，你這個恨的擔子
放在你自己身上，你压着你自己都喘不过气来，你自己得了病，你不知道如何解脱，佛已经教我们了，只有爱才能够快乐跟解脱，其他的恨是不行的，恨不是你恨他，是你承担这个恨，你会让你自己难过，不舒服，有病，很多毛病都在你身上会出现，所以你必须要爱你的敌人，你就没有负担，你就会快乐。明白。我們都為必然嘅事情而煩惱、擔憂、焦慮、傷心、痛苦，係嘛？人生嘅圓滿，得從智慧而來。蓮生活佛盧聖賢尊者來了。過一天呢，就是要快樂一天。過一天就是要感恩一天。過一天就是要修行一天。顏聯武霎時衝動，2019台中行。蓮生活佛盧聖賢尊者來了，喺霎時衝動。怎樣嘅人生才算快樂？彷彿抽象，但係感覺其中，你又會有一份深刻。係啦，生活對於你嚟講，今日只剩低回憶，還有展望嗎？孤獨站在這舞台，聽到掌聲響起來，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慨。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懷已更改，我還擁有你的愛，好像錯刺的舞台，聽到第一聲喝彩，我的眼淚忍不住流下來。經過多少失敗，經過多少等待，告訴自己要忍耐。將聲響起來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愛將與我同在。將聲響起來，我心更明白，歌聲教會着你的愛。怎樣嘅人生才算快樂？我知道，倘若我嘅生活每日過起上嚟嘅時候，感覺只係不外如是，咁就糟糕。但係起碼喺生活裏邊，我依然抱有趣味。但係倘若我哋依然抱有趣味，咁我哋嘅趣味為我哋帶嚟煩惱、憤怒，還有其他嗎？生活還有好奇嗎？孤獨站在這舞台，慶幸過着嘅每一日，我哋還不至於感覺不外如是，起碼因為收到朋友嘅一份心意，你會有一份開心溫暖嘅感覺，係咪李女士？呢一首歌聽住咁多先啦。好像錯刺的舞台，